替位从事，长，故以称之。先马良字季常，襄阳宜城人也，兄弟5人，并有才名。乡里谓之燕曰：马氏5常，白眉最良，良眉中有白毛，故以称之。先主领荆州，替位从事，及先主入蜀，诸葛亮亦从后往。良留荆州，与亮书曰：闻洛城已拔，此天作也。尊兄应其赞。是配业光国，或召元仪，夫便用雅律，神贵垂名，予以简才，宜是其实。若乃和光越远，外的天壤，使时必于听，是服于道，其高妙之音，正正谓之声，并立于世，无相夺伦。此乃管弦之至，牙旷之条也。虽非中期，敢不集结。先主辟梁魏左将军院，后遣使吴。梁谓亮曰：今贤国命，邪穆2家，幸为良介。于孙将军。亮曰：军事自未闻。梁即谓草曰：寡君遣，愿马良通聘计好，以少昆吴实为支柱。其人即是荆楚之令，先于造次之华，而有克中之美，愿将心存纳，以为将命权尽待之。先主称尊号，以梁为侍中。及东征吴，遣梁入武陵招纳武。西蛮夷，蛮夷群帅率皆受印号，贤如懿旨。会先主拜击于夷陵，梁亦遇害。先主拜梁子秉为其都尉。梁帝肃，字幼长，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，除绵竹成都令、越西太守，才气过人，好论军纪。丞相诸葛亮身家气义。先主临薨谓亮曰：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。亮由谓不然，宜宿为参军。每引荐谈论，自昼达夜。建兴6年，亮出军向岐山，时有宿将魏延、吴懿等。论者，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，而亮为众拔宿，统大众在前，于魏将张，台战于街亭，魏台所破，士卒离散，亮竟无所惧，退军还汉中。宿下狱误故，亮为之流涕。梁死10年36，宿年39，陈震自校起，南阳人也。先主领荆州牧，替位从事，不诛郡。随先主入蜀，蜀既定，魏蜀郡北部都问，因义郡民。魏问，山太守，转在前位。建兴3年，入拜尚书，迁尚书令，奉命使。吴7年，孙权称尊号，以正尉卫尉。贺权见作，诸葛亮与兄，谨书曰：孝其忠纯之性，老而易笃，及其赞数东西，欢乐和有可贵者，正入吴界。移官后曰：东之与西，必使往来，官盖相望，深盟初好，日兴其事。东尊印宝圣座，告辽寿福吼叛徒语，天下回应，各有所归。于此时也，以同心讨贼，则何寇不灭哉？西朝君臣，引领新赖，正以不才，而冲下使，奉聘序好，见介踊跃，入则如归。献子士鲁，犯其山会，春秋击之，望必起告，使行人慕焉。即日张京告众，各自约事，顺流票籍，国典议制，俱或有为，信必征回，是其所宜。朕告武昌，孙权与郑生谈煞盟，交分天下，以徐豫幽亲属。吴并梁冀延蜀属，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关为界。郑还封城阳亭侯。9年，都护李平作巫王起废。诸葛亮与长史蒋琬，侍中董允书曰：孝起乾陵至吴，
魏吴说正方腹中有鳞甲，相绑以为不可进，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。不图复有苏张，知事出于不义，可使孝启之之。13年，郑卒，子祭祀，卢允自修昭，长军中郎江河之子也。先主立太子，允以选，魏舍人，图袭马。后主袭魏，迁黄门侍郎。丞相诸葛亮将北征，驻汉中，虑后主复于春秋。诸子难别，宜允秉心公亮，欲任矣。公省之事，上书曰：侍中郭攸之、费祎、侍郎董允等。先帝简拔以遗陛下。至于斟酌归议，尽尽忠言，则其任也。予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必补缺漏，有所广益。若无心得之言，则陆云等以彰其慢。亮寻请依魏参军，允迁魏侍中，领虎贲中郎将，统肃魏亲兵。攸之性素和顺，备元而以献纳之任，允皆专之矣。允处事未防制，甚尽匡救之礼。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，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12，今贫强已聚，不宜增益，终直不听。后主一言啖之，上书令奖，宛领益州腊使。上书以让费祎及允，又表允内侍历年，必赞王室，一次爵图以褒勋劳。允故辞不受。后主见长大，爱宦，人皇后，好便辟佞秽，欲自融入。允常上则正色匡主，下则恕，则于好。好谓允，不取魏妃，忠允之事，好谓不过黄门城。允常与尚书令费祎、中典军胡济等共骑游宴，言驾已半，儿郎中襄阳董辉亦允修进。辉年少官为，见允停出，勋寻求去，允不许，曰：本所以出者，欲与同好游谈也。今君已自屈，方展阔机，舍此之谈，就彼之宴，非所谓也。乃命解参。一等罢驾不行，其守正下士，凡此类也。延熙6年，加辅国将军。7年，以侍中守尚书令，为大将军费祎父2。9年，卒。臣之代允魏侍中，与黄皓互相表里。皓始遇政事，之死后，皓从黄门令魏中常侍，奉车都尉，操弄威柄，终至复国。蜀人无不追思允，及邓艾至蜀，闻皓奸险，收毕，将杀之。而皓后，陆艾左右，得免。之自奉宗，汝南人，许敬兄之外孙也。少孤，常于晋家，若冠之名，稍迁至选曹郎。经历有威容，多技艺，侠术数，费祎甚异之，故超记允内侍。吕义卒，之又以侍中守尚书令，加镇军将军。罢将军将为虽班在之上，常虑重在外，悉亲朝政，之上承主旨，下接阉监，身见性爱，权重于为。景耀元年卒，后主痛惜，以言流涕，乃下诏曰：之统之遗迹，柔加为责，但素有章，何益利物？庶几允明，命不容远，连用到焉。夫存。有令问责王嘉美事，谥曰中侯，次子爵关内侯，郭次子玉，为黄门侍郎，自知之有宠。后主追愿允日深，为魏自亲，由之，妹子一人，好构奸浸润故耳。允孙弘，晋巴西太守，吕义自继，阳南阳人也。副长，宋故将军刘焉入蜀，执王禄阁塞，遂不得孩，亦少孤，好读书古琴。初，先主定益州，至言辅校，魏教盐铁之力。
后校尉王连请一级南阳杜齐、南乡刘干等病，未点曹都尉，必迁新都绵竹令。乃新隐士，百姓称之卫一，州诸城之首，迁巴西太守。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，调以诸郡，拨不相救，亦募取兵伍，千人议量，未欲减制，无逃窜者，徒为汉中太守，兼领都农，公祭军粮，量足，累迁广汉蜀郡太守，蜀郡一都之会，户口众多，又量足之后，是武王命，更相重茂，兼巧非一，必道官，为之防禁，堪欲劝导，数年之中，漏脱自出者万余口。后入魏尚书，代董允为尚书令，众事无留，蒙无停兵，亦立直内外，至身简约，谦敬少言，为政简而不繁，好为轻能，然持法克深，好用文俗吏，故居大官，名声存于郡县。延熙14年卒，子臣，景耀中为成都令。臣弟雅，业者，雅清丽有文才，这个论15篇。杜齐立郡守监军大将军司马，刘干官至巴西太守，皆语义亲善，亦有当时之称，而简素守法，不及于为。评曰董河道高阳之粟，刘巴吕清上之节，马良真实，称卫令事，陈镇中客，老而易笃，董允匡主，一行于色，皆属臣，知良矣。吕义陵郡则垂称，楚朝则被损。一黄薛之刘雅矣。三国志卷40属书时，刘彭料理刘魏阳传。刘封者，本罗侯寇氏之子，长沙刘氏之生也。先主至荆州，一位有祭祀，养封卫子，及先主入蜀，自加盟还公刘璋，时封年20余，有武艺，气力过人，将兵俱与诸葛亮、张飞等速流。西上，所在战客，益州既定，以封为副军中郎将。初，刘璋遣扶风孟达赴法正，各将兵2000人，使迎先主。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，留屯江陵。蜀平后，以达为宜都太守。建安24年，命达从子归北攻房陵。房陵太守蒯其为达兵所，害拔将进攻上庸，先主因恐难独任，乃遣封自汉中城沔水下，统达军，与达军会上庸。上庸太守申丹举众将，遣妻子及宗族，诣成都。先主加丹征北将军，领上庸太守元乡侯鲁部。李丹，第一位建信将军、西城将军，千松为副军将军，自关羽为樊城、襄阳，连呼封达，令发兵自助。封达此以山郡出复，未可动摇，故成与命，会与复败，先主恨之，又封与达纷争不和，封寻夺达鼓吹，达既知罪，又愤会封，遂表辞先主，律所领将，魏文帝善达之资财荣官，以为散骑常侍兼武将军，封平、阳亭侯，和房陵、上庸、西城3郡为新都郡，以达领新城太守。遣征南将军夏侯尚、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。达与封书曰：古人有言，书不兼亲，心不加就，此谓上明下直，禅特不行也。若乃全军绝主，贤父慈亲，有忠臣道公以离祸，孝子报人以献难，种商白起、孝己、伯奇，皆其类也。其所以然，非骨肉好离，亲亲乐患也。或有恩以爱矣，亦有谗奸其奸。虽忠臣不能移于君，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。势力所加，
改亲，未仇，况非亲乎？故生生未敌，欲寇楚剑柄受刑之气。当四立之政，而犹如此。今足下与汉中往，道路之人耳。亲非古血而据事权，亦非君臣而处上位。争则有偏任之威，居则有父君之号，元敬所兼也。自立阿斗为太子以来，有识之人相谓韩信，如使生生从子瑜之言，必为太伯，未及听其弟之谋。吾张父之计议也。且小白出奔，入而未罢，重耳于原，足以克父。自古有之，非独今也。夫至贵免祸，云上速达。胡魁汉中王律定于内，宜生于外。以律定则心固，宜生则心惧。乱祸之星作，未曾不由费力之。奸也，私怨人情，不能不见。恐左右必有以奸于汉中王矣。然，则宜城愿奸，其发若见机耳。今足下在远，尚可驾袭一时。若大军遂进，足下失据而还，妾相为为之。袭为子去因，至果别，卒。为难备祸，犹皆如斯。今足下弃父母而为人后，非礼也。知祸将至而留之，非智也。见政不从而移之，非义也。自号为丈夫，为此三者，何所贵乎？以足下之才，弃身来东，祭祀罗侯，无谓被亲也。北面弑君，以正纲纪，无谓弃旧也。目不治乱，以免为王，不以图行也。加陛下心受谄命，虚心侧席，以得怀远。若足下幡然内向，非但与仆未伦，受300户封，既统罗国而已。当更口服大邦，为使封之君。陛下大军，今古以振，当转都完邓。若二敌不平，君无还齐，足下宜因此时早定量。既必有力见大人，师有自求多福，行矣。今足下免之，吾使糊涂闭门不出，封不从达言，申遗叛封，封或走还成都，申担将尉，未驾丹怀及将军，胡居南阳，一位新太守，封真乡侯、元乡侯，屯巡口，封既至，先主则封之亲临达，又不就语。诸葛亮律封刚猛，亦是之后终难治愈，劝先主因此除之。于是赐封死，使自裁。封叹曰：恨不用孟子度之言。先主为之流涕，把本自子敬。必先主孰复敬，改之，恒为阴样子永年。广汉人，身长8尺，容貌甚伟，资性骄傲，多所轻忽。为晋同郡秦子赤，见之于太守许敬曰：习高宗孟父说，周文求吕尚，元及汉祖，骂时其余不一。此乃帝王之所以倡业垂统，既西爵公也。今明府击鼓黄吉，允直神灵，体公留之德，行务简之惠，轻妙之作于是乎始，褒贬之意于是乎心。然而六合谓之备也。福建处事绵竹情密，阴山府之德，吕卷生之职，整实数流。尹永云为音韵演习于仁义之徒，恬淡于浩然之欲，高盖节行，守职不亏。虽古人浅钝，面以加瞻。若明府能招致此人，必有中党落落之欲。丰功厚利，见机立勋，然后既功于王府，非生于来世，不亦美哉？为是周不过书左，后又为众人所谤毁于周穆刘璋。张坤前为魏图利，会先主入蜀，速留北行，为欲纳说先主，
来往间旁。同与为非故人，又是有宾客，为敬上床卧。谓统曰：须。客罢当与亲善谈。统客既罢，往就为坐，唯有先则统食。然后共语，因留性素。至于今日，统大善之，而法正素自之为，遂并置之先主。先主亦以为奇，数令为宣传军事，只授诸将，奉使称议，是欲日加。成都既定，先主领益州牧，拔为魏治中，从事为起徒步，一招楚州人之上，形色萧然，自今得欲滋甚。诸葛亮虽外接待为，而内不能善，屡密言先主，唯心大志广，南可保安。先主既尽信量，加察为行事，必以稍疏。左迁为尉，阳江太守，为文当远出。思秦不悦，往诣马超。超问为曰：卿才具，秀拔，主公相待至重，谓卿当与孔明、孝直诸人齐足并驱。宁当外受小郡，诗人本望乎？为曰：老革荒废，可复道邪？又谓超曰：卿为其外，我为其内，天下不足。超羁旅归国，常怀文为言大惊，默然不答。为退，据表为辞。于是收，为父有司。为于狱中与诸葛亮书曰：仆喜有事于诸侯，以为曹操报。曰：孙权无道，政威暗弱，其为主公有霸王之气，可与兴业治，故乃幡然有轻举之志。惠人来西，胡因法孝直自炫誉，统斟酌其间，遂得一功于加盟。执掌而谈，论治世之务，讲霸王之意，荐取益州之策，公义肃律明定，即相然赞，遂举事焉。胡于故州不免烦忧，忧于罪往，得遭风云积始之中。求君得君，志行明显，从布衣之中着为国事，盗窃茂财，分子之后，谁复过此？为一朝狂悖，自求居海，谓不忠不义之鬼乎？先民有言：左手据天下之图，右手稳咽喉，渔夫不畏也。况仆颇别孰卖者哉？所以有愿忘义者，不自度量，苟以为守心事业，而有投江洋之论，不谢主公之意，一足感激，颇以备酒，颇失劳语。此仆之下于薄律所致，主公实未老也。其夫立业，岂在老少？稀薄90，民有衰至。复我慈父，罪犹百死。至于内外之言，欲使孟起立攻北周，戮立主公，共讨曹操耳。民敢有他志邪？孟起说之是也，但不分别其间，痛人心耳。袭每与庞统共相视，曰：恕托足下莫宗，尽心于主公之业，追名古人，载勋逐国，统不幸而死，胡败以取获，自我堕之，将负谁愿？足下当是一律也。宜善于主公济事，济其大有，天明地察，神之有灵，复何言哉？为使足下民仆本心耳。行以努力，自爱，为尽诸死。时年37，廖立字公渊，500元人。先主领荆州牧，替魏从事，年未30，擢为长沙太守。先主入蜀，诸葛亮镇荆土，孙权遣使通好于亮，因问世人皆谁相经为者，亮答曰：庞统、廖立，楚之良才，当在行事业者也。建安20年，权遣吕蒙燕袭南三郡，力脱身走，自归先主。先主素世待之，不身则也，以为8郡太守。24年，先主为汉中王，
征历尉侍中，后主席位，图长水校尉，立本义，自谓才名一位诸葛亮之二，而更犹散在李严等下，常怀样样。后丞相院李台李绍蒋琬至，立计曰：君当远出。卿诸人好地其事，袭先主地不取汉中，走与吴人征南三郡，足以三郡与吴人，徒劳亦更是，无益而还。既往汉中，使夏侯渊、章台深入于巴，己丧益州，后至汉中使关侯，生死无节矣。上庸复败，徒失一方，是与护士有名。作君无法，只以一图耳，故前后数丧失众也。如向朗、文公，凡俗之人耳。公作至中无纲纪。朗袭奉马良兄弟，未为圣人。今作长史，苏能合道，中郎郭衍长，从人者耳，不足与经大事，而作事中。今若是也，欲任此三人，未不然也。王连流俗，苟作侯客，使百姓疲弊，以至今日，台、绍、宛具白旗言于诸葛亮。亮表例曰：长水校尉廖立，坐自贵大，臧否群士，公言国家，不任贤达而任俗吏。又言万人律者皆小子也，诽谤先帝，私毁重臣。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，不武分明者，力举头是污，犯诈，作色曰何足言。凡如是者不可胜数。杨之乱群，犹能为害，况力托在大位，众人以下是真未邪？于是废立未明。图问山郡，立功律妻子耕植自守，闻诸葛亮卒，垂泣叹曰：吾终未左任矣。后监军将为律偏军经汶山，毅力称利益气不衰，言论自若，立遂中途所。妻子还属，李严字正方，南阳人也。少尉郡直隶，以才干称。今牧流，表使隶诸郡县。曹公入荆州时，严载子规，遂西易属。刘璋以为成都令，复有能名。建安18年，属严卫护军，据先主于绵。主严律众将先主，先主拜严皮将军。成都既定，为前卫太守，兴业将军。23年，盗贼马秦、高盛等起事于期，何惧不武，数万人，保资中县。时先主在汉中，严不更发兵，但律将军士5000人讨之，斩秦、盛等产，之党心散，悉复民籍。又越为夷，律高定遣军为新道县，严持往复救，贼皆破走，加辅汉将军，领郡如故。章武2年，先主征严益永安宫，拜尚书令。3年，先主疾病，严与诸葛亮并授仪赵府少主，以严为中都护，统内外军事，留镇永安。建兴元年，封都乡侯，驾节，加光禄勋。4年，转为前将军。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，严当之后事，宜屯、江州，留护军臣到驻永安，皆同属严。严与孟达书曰：无语。孔明惧受寄托，忧身则重，私得良伴。亮亦与达书曰：不分如流，驱蛇往至，正方信也。其见贵重如此。8年，迁标骑将军，以曹真欲3道向汉川。亮命严将2万人赴汉中。亮表，严子封为江州都督督军，典位后事。亮以明年当出军，命严以中都护属府事。严改名为平。9年春，亮军岐山，平崔都运事。秋夏之际，值天淋雨，运粮不济，平遣参军胡忠、督军城樊玉旨。忽
呼亮来海，亮成矣，退军。平闻军退，乃更阳津。说军粮饶足，何以便归？欲以解己不办之责，显亮不尽之谦也。又表后主，说军未退，欲以诱贼与战。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书本末，平为错章着，平词穷情节，手谢罪负。于是亮表平曰：自先帝崩后，平所在治家，尚未小惠，安身求名，无忧国之事。臣当北出，欲得平兵以正汉中。平穷难纵横，无有来意，而求以5郡为8州腊。是。去年臣欲西征，欲令平主都汉中。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诏，臣知平比情，欲因行之计逼臣取利也。是以表平子封都主江州，龙重其域，以取一时之物。平至之日，都委诸事，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后也。正以大事未定，汉事轻微，待平之短，莫若包之。然为平情在于容力而已，不亦平心颠倒乃尔。若是激流，将至或败，是臣不敏，言多增咎，乃非平未明。徒子同郡12年，平闻亮卒，发病死。平常计亮当自补复，策后人不能，故以激愤也。封官至诸提太守。刘演字威硕，鲁国人也。先主在豫州，替未从事，以其宗姓有风流，善谈论，后亲待之，遂随从周旋，常为宾客。先主定益州，以演为固陵太守。后主立，封都乡侯，班为梅衙里。演为魏中军师后将军，牵车骑将军，然不遇国政，但领兵千余，随丞相亮奉义而已。车服饮食，好为齿迷，事毕数十，皆能为声乐。又西教诵读鲁灵光殿赋。建兴10年，与前军师魏言不合，言语虚诞，亮则让之。言与亮间谢曰：言秉性空虚，本薄操性，家有9荒之病。自先帝以来，纷纭之论，待将倾覆，或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，缘其身中惠构，扶持权计，治其禄位，以至今日，奸言迷醉，言有为错，慈恩含忍，无志之于理，使得全完，保育性命，虽必克己则功，改过头死，以是神灵，无所用命，则米既也。于是亮前演还成都，官未汝，故演失至荒乎。12年正月，演妻胡氏入贺太后，太后令特留胡氏。今月乃出，胡氏有美色，演疑其与后主有私，忽卒500倭胡，至于以履补面，而后弃遣。胡具以告演，演坐下，欲有司议曰：卒非倭妻之人，面非受履之地。演尽弃事，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。魏延字文长，益阳人也，以不取随先主入蜀，数有战功，迁衙门将军。先主为汉中王，迁至成都，当得众将以正汉川。众论以为必在张飞，飞亦以心自许。先主乃拔言为都汉中镇远将军，领汉中太守，依军进京。先主大会群臣，问言曰：今委卿以重任，卿居之欲云何？言对曰：若曹操举天下耳，来，请为大王拒之。天将10万之众至，请为大王吞之。先主称善，众贤壮其言。先主见尊号，进拜镇北将军。建兴元年，封都亭侯。5年，请诸葛亮驻汉中，更以言为都前部，领丞相、司马、凉州腊使。
8年，使延西入羌中，魏后将军废姚雍州。那时郭淮与延战于阳西，延大破淮等，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。军驾节，晋封南郑侯。延每随亮出，折欲请兵万人，与亮议道会于潼关，如韩信。故事，亮至而不许。延常谓亮未却，叹恨己才用之不尽。延既善养士卒，勇猛过人，又性精高，当时皆地下之。唯杨仪不嫁，戒言，言以为愤，有如水火。12年，亮出北谷口，言为前锋，出亮营10里。言梦头上生角，疑问战梦召直，直诈言曰：夫麒麟有角而不用，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。退而告人曰：角之谓自，刀下用也，头上用刀，其凶甚矣。秋，亮病困，密与长史杨仪、司马费祎、护军姜维等作申。末之后退军节度，令言断后，姜维赐之。若言或不从命，军使自发。亮士卒，密不发丧，宜令一王揣言医旨。言曰：丞相虽亡，吾自健在，抚清官属便可将丧还葬。吾自当虑诸军及贼，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？且未言何人，当为杨仪所不乐。作断后江乎？因与一共作行流部分，令一手书于己联名。告下诸将，一给言曰：当为郡海解阳长史。长史闻吏，西更军是，必不为命也。一出门，驰马而去，言寻悔，追之以不及。以言遣人詹仪等，遂使御案亮成归。诸营相次引军海，言大怒，才参疑未发，律所领进先南归。所过稍觉阁道，言一个相表叛逆。一日之中，与邀交至，后逐一问侍中董允、刘府长史蒋琬、琬、允贤保仪以言，以等察山通道，昼夜兼行，必计掩后。言先至，据南谷口，遣兵密集以等。以等令和平在前遇言，平斥言先登曰：公往，身尚未寒，汝辈何敢乃尔？言示众之取在言，莫谓用命，军皆散。言独与其子数人逃往，奔汉中，以遣马带追斩之。至守于夷，以起自踏之，曰：雍奴复能作恶部，遂夷言3族。初，蒋琬律速为诸营赴南北，行数10里，言死问至，乃全。原言亦部北将魏而南海者，但欲除杀夷等。平日诸将素不同，既时论必当以待量。本指如此，不便背叛。杨仪字威公，襄阳人也。建安中，为荆州腊使副群主薄，被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，羽命魏公曹，遣奉命西议先主。先主与语论军为计策，政治得失，大悦之，因辟魏左将军兵曹苑。及先主为汉中王，拔一位尚书。先主称尊号，东正武，以与上书令刘巴不睦。左迁遥属弘农太守。建兴3年，丞相亮以为参军，属府事，江南行。5年，随亮汉中。8年，迁长史，加睢军将军。亮数出军，宜常规划分部，筹度两股，不羁思虑，须变了，军容节度，举办于夷。亮深习夷之才干，平魏延之嚣，有常恨2人之不平，故人有所偏废也。12年，随亮出屯谷口，亮卒于敌场，一骑领军海，诱诸讨言，自以为功勋至大，
宜当代亮秉正，忽都为赵正以周易视之，卦的佳人，默然不悦。而亮平生密旨，以宜信卷下，必在讲晚，晚岁未上，书令益州腊使，宜至，拜魏中军师，无所统领，从容而已。初，一位先主尚书，晚未上朗，后虽据魏丞相参军常侍，以美从行，邦其老具，自未年患先晚，才能于之，于是月份行，于声色，探诈之音发于吾内，时人谓其言语不洁，莫敢从也。为后军师费祎恨望，前后云云。又与祎曰：王者丞相王为之，既吾若举军以救魏氏，处事宁当落度如此邪？令人追悔不可。复及，祎密表其言。13年，费祎未明，屠汉家郡，夷至屠所复上书诽谤，此指姬妾，遂下郡收夷。夷自杀，其妻子还属。评曰：刘封处嫌夷之地，而私房不足以自卫，恒为料力，以才拔尽，以言以干局达，魏言以勇略任，杨仪以当官衔。刘言旧事，并贤贵重，揽其举措，积其规矩，招获取救，无不自及也。三国志卷41属书11。或王相张扬废传，或郡自重表，南郡之江人也。兄笃于乡里，何不取数百人？笃卒，荆州牧刘表令郡设其众，表卒，郡律众归先主。先主以郡魏中朗江，先主自加盟南还袭刘璋，刘郡守加盟城。张卢前，江阳伯右郡，求共守城。郡曰：小人头可得，城不可得，我乃退去。后张将福晋、项存等率万余人游浪水上，攻围攻郡，且1年不能下。郡城中兵才数百人，伺其待隙，选精锐出击，大破之，即斩存守。先主定属，加郡之功，乃分广汉卫子同郡，以郡卫子同太守皮将军。在官3年，年40卒，还葬成都。先主甚道喜，乃召诸葛亮曰：君既家事，家有功于国，欲行爵，遂亲律群辽陵会调剂，因留宿墓上，当时容之。子义，字少先，行主末年为太子舍人，后主见作。除业者，丞相诸葛亮北驻汉中，请为记事，时与子乔共周旋有楚。亮卒，为黄门侍郎，后主立太子玄，以义魏中庶子。玄好骑射，出入无度，一元引古义，进言归谏，甚得切磋之体。后为参军来将，屯副2都督，又转护军，统事如前。时永昌郡夷辽士显步兵，数未寇害，乃以以领永昌太守，律偏军讨之，遂斩其豪帅。后坏易落，郡界宁静，迁监军、义军将军，领建宁太守，还统南郡事。景耀6年，晋号安南将军，是岁，属并于魏，亦与巴东，领军襄阳罗县各保全一方，居以内附，咸因仍前任，宠待有加。王连字文仪，南阳人也。刘璋时入蜀卫子同令，先主起事，加盟，进军来南，连必城不降，先主义之，不强逼也。及成都、济平，以连卫10方令，转在广州，所居有基，迁司盐校尉，教盐铁之力，利入甚多，有必国用。于是检取良才以为官属。若吕毅、杜琦、刘干，终皆至大官，自连所拔也。迁蜀郡太守，兴业将军，领盐府如故。建兴元年，拜屯骑校尉。
领丞相长史，封平阳亭侯。时南方诸郡步兵，诸葛亮将自征之，连见以为此不毛之地，屹立之乡，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。亮欲诸将才不及己，必欲必往而连言者肯至，故停留者久之。会连卒，子山寺，官至江阳太守。向朗字巨达，襄阳宜城人也。荆州牧刘表以为领举场。表卒，归先主，先主定江南，使朗都子规移到巫山夷。临泗县军名士，属济平，以朗为巴西太守，亲之转任臧戈。右蒲房领，后主见作，为步兵校尉，代王连领丞相长史。丞相亮，南征。朗留统后事。5年，隋亮汉中，朗宿于马宿善，宿逃亡。朗知情不举，亮恨之，免官还成都。数年，魏光禄勋，亮卒后，辅佐将军，追论旧功，封显明亭侯，魏特进。初，朗少时虽涉，列文学，然不至素简，以力能称，自去长史，悠游无事垂30年，乃更潜心典籍，孜孜不倦，年逾80，有手自校书，刊定谬误，积聚篇卷，于时最多。开门结兵，又纳后进，但讲论古，亦不干时事，以事见称。上自执政，下及童贯，皆敬重焉。延熙10年卒。子条嗣，景耀中为御史中丞。朗兄子宠，先主时为衙门将。子规之败，宠迎特完。建兴元年封都亭侯，后为中部都，典宿卫兵。诸葛亮当北行，表语后主曰：将军相宠，性行淑君，晓畅军事，适用于习。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论举宠魏都，予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程和睦，优劣得所也。迁中领军，延熙3年，征汉，加蛮夷，遇害，宠帝冲，立设升校尉、尚书。张翼字君嗣，蜀郡成都人也。至公羊春秋，国设史，汉汝南许文修入蜀，为义干李敏捷，是中下中原长之伦也。刘璋时，举孝廉，位于副场，还州属从事，领帐下司马。张飞自荆州由垫江入，张授一兵，据张飞于德阳末下，军败，还成都，为张奉使议先主。先主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也。一还，城门乃开，先主以18郡太守，还为司荆中朗江，典作农战之。弃先是，益州郡杀太守郑昂，其律雍凯恩信者于南土，使命周旋，远通孙权，乃以为益州太守，进往治郡，海遂资妾部兵，驾轨教曰：张辅君如护胡，外虽责而内实粗，不足杀，令服与吴。于是遂送议于权。会先主薨，诸葛亮遣邓之使吴，亮令之言赐可从权请议，必自治无数年。刘屠伏逆，权谓知之也，故许之遣议。亦领发，权乃引荐，问议曰：蜀卓氏寡女，王奔司马相如，贵土风俗，何以乃尔乎？亦对曰：予以为卓氏之寡女，犹贤于买臣之。7权又谓议曰：君还，必用事西朝，终不作田父子履礼也，将何以报我？亦对曰：义负罪而归，将委命有司。若蒙侥幸的权首领58以前父母之年也，自此以后大王之赐也。权言笑欢悦，有气义之色，亦出阁，
深悔不能养鱼，即便救船，被道兼行，全国追之，亦已入永安界数十里。追者不能及，既至蜀，丞相亮以为参军，蜀府事，又领益州治中从事。亮初驻汉中，亦以舍生校尉领刘府长史，常称曰公赏不已。曰：伐不阿进，绝不可以无功取，行不可以贵士免。子贤于之，所以谦望其身者也。其明年，北邑亮滋事，宋者数百，车乘银路，亦还书于所卿曰：进者射道，昼夜皆克，不得宁息。人自晋丞相长史，男子张君嗣父之，疲倦欲死，其潭州留宿，皆此类也。少与前魏杨公友善，公早死，遗孤未数岁，亦迎留，与分屋而居。是公母如母，公之子媳长大，为之娶妇，埋田宅、产业、实力门户，抚恤故旧，镇善衰宗，行义甚至。家府汉江，君领长史如故。建兴8年卒，子穆嗣，历3郡守监军。穆裕太子中庶子，杨弘字季修，前魏武阳人也。刘璋实力不诸郡，先主定蜀，太守李严命魏公曹，严欲图郡治舍，弘故谏不听，遂辞公曹，请退。严欲见弘于州，魏蜀不从事，不属从事。先主征汉中，即书发兵，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弘。弘曰：汉中则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机会，若无汉中，则无蜀矣。此家门之祸也。方今之事，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，发兵何宜？使蜀郡太守法，正从先主北行。亮于是表弘领蜀郡太守，众事皆办，遂使吉真，亲之，转为益州治中从事。先主既称尊号，征无不克，还驻永安。汉家太守黄元素谓诸葛亮所不善，闻先主疾病，具有后患，举郡反，稍临穷城。时亮东行省籍，成都丹虚，是以元亦无所惮。弘即起太子，且其亲兵，使将军陈乎正辍讨袁。众议以为袁若不能为成都，当由越为郡南中。弘曰：袁素性凶暴，无他恩信，何能办此？不过乘水东下，冀主上平安，面伏归死。如其有意，奔无求活。二是乎绰诞于南安峡口遮击边的矣。忽绰城弘也，生或远，弘建兴元年赐爵冠冕，复为蜀郡太守中节将军，后为越骑校尉，领郡入户。丞相亮北驻汉中，欲用张印为刘府长史，问弘何如？弘对曰：一天资明察，常于治具，才诚堪之，然心不公平，恐不可专任，不如刘向朗。朗勤未差少，亦随从幕下，效其器，能于是两善。初，亦少与弘亲善，亦流放在吴。弘临益郡，亦子欲给郡吏，为过受罚，无特原价。亦后还闻之，深以为恨，与弘情好有损。及弘见亮出，至一许，据说所言，亦答弘曰：公留我了矣。云府不能止，时人或疑弘亦自欲作长史，或疑弘之意自贤，不愿易处要职，典后事也。后亦与司言校尉岑数不和，至于愤恨。亮与亦书曰：君习在末下，淫坏无之用心，实不知味。后刘弘迸南海，相谓悲叹，请不安息。即其来海，委副大任，同讲王事，
自以为与君古之实交也。实交，之道，举仇以相益，割骨肉以相明，犹不相泄也。况无旦伪义，于远简，而君不能忍邪。论者由是名弘无私，弘少不好学问，而忠清款亮，优公儒家，是继母至孝。六，绵族官，使弘为礼言公曹，言魏志去前魏而弘以魏蜀郡。弘营门下书左和之，有才策公干，举郡吏，数年为广汉太守。时弘义尚在蜀郡，是以西土贤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。废师字公举，前为南安人也。刘璋时为绵竹令，先主公冕，竹时，师先举丞相，成都既定，先主领益州牧，以师为都军从。是，初为臧戈太守，还为州前部司马。先主为汉中王，遣失败，关羽为前将军，宇文黄忠为后将军。与怒曰大丈夫中，不与老兵同列，不肯受败。是谓语曰夫立王业者，所用非一。袭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，而臣韩王命后主，论其班列，韩最居上，谓闻萧曹以此为怨。今汉王汉中王矣，一时之功隆重于汉生，然义之轻重，应当与君侯齐乎？且王与君侯必有一体，同修等期，祸福共之。余谓君侯不宜记官号之，高下爵禄之多少为义也。胡一介之使，贤命之人，君侯不受，拜如是变海，但相谓其此举动，恐有后悔耳。余大感悟，遂即受拜。后群臣亦欲推汉中王称尊号，诗上书曰：殿下以曹操父，子逼主篡位，故乃羁旅万里，纠合示众，将以讨贼。今天敌未克，而先主自立，恐人心疑惑。袭高祖于楚曰：先破秦者亡，及图咸阳，或子婴，犹怀推让。况今殿下未出门庭，便欲自立，邪？余臣诚不为殿下取也。由是无止，左迁部永昌从事。建兴3年，随诸葛亮南行，归至汉阳县，匠人李弘来议亮。亮见弘，时讲婉与诗在座。弘曰：闻过孟达许，是见王充从南来，言王者达之去就。云公切齿，欲诛达妻子，赖先主不听言。拔曰：诸葛亮见故有本末，终不尔也。竟不信充言，唯养民公，无复已矣。亮未晚，诗曰：海都当有书与子度相闻。诗敬曰：孟达小子，袭市镇威不忠，后又背叛先主，反复之人，何足与书邪？亮默然不答。亮欲诱答以为外援，敬语答书曰：往年南征，遂未及，莫及还。是与李弘会于汉阳，承之消息，慨然咏叹，以存足下平素之志，企图空托明容。贵未成离乎？呜呼孟子，斯时流风亲临足下，以伤先主待世之意。又弘道王充造作虚语，云足下量度无心，不受充说。寻表明之言，追平生之好，一一东望，故前有书，拔得亮书，数相交通。辞欲叛魏，未遣司马宣王征之，即斩灭达。亮亦已达，无款成之心，故不救助也。蒋琬秉政，以诗为谏议大夫。卒于家。王充者，广汉人也，魏衙门将，同属江州李严。魏严所及，拒罪降魏。魏以充为乐陵太守。评曰：霍峻孤城不清，王连故节不移。
向朗好学不倦。张一夫敏应机，杨洪乃心中功。废师律一耳言，皆有可记焉。以先主之广记，诸葛之准绳，师徒直言，犹用凌迟，况庸后乎？哉！三国志卷42属书12。杜周杜许孟来引李峤细传。杜为字国府，新同夫人也。少受学于广汉任安。刘璋辟位，从事，以及去官，及先主定属，为常称陇，闭门不出。建兴2年，丞相亮领益州牧，选营皆庙简旧的，以勤密位，别驾。武梁魏公曹，为魏主簿，为故辞，举而治之。既至，亮引荐为字臣谢，亮以为不闻人语。于座上语书曰：符文，德性，饥可立时，清浊一流，无缘资构。王元泰、李伯仁、王文仪、杨继修、丁君干、李永南兄弟、文仲宝等，每叹高志，未见如旧，唯以空虚。统领贵州，得薄任重，惨惨忧虑朝廷。主公今年始18，天资仁敏，爱得下士，天下之人思慕汉室，欲与君因天顺民。夫此民主，以隆继兴之功，者勋于主国也。一位贤于下相未谋，故自割绝，守劳而已，不图自屈也。唯自其老病求归。亮又与叔达曰：曹丕篡世，自立魏帝，是由普龙楚狗之有名也。欲与群贤因其邪位，以正道灭之。怪君位，有相毁，便欲求还于山也。丕又大兴劳役，以相吴楚。今因丕多务，且以必尽秦农，欲养民物，并置甲兵，以待其错。然后伐之，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。君旦当以德辅时耳，不责君事，何谓急急欲求去乎？其境为如此，拜未见义大。夫以从其志，武梁者，字德山，前为南安人也。以儒学节操，称从一郎牵见议大夫，武关中郎将。周群字仲直，巴西郎中人也。复书，字叔部，少学术于广。汉阳后，云牙董福任安，数被征，终不义。时人有问春秋谶曰：待汉者当图高，此何谓也？书曰：当图高者，谓也。乡党学者私传其语，群少受学于书，专心后业，于庭中作小楼，家父多奴，常令奴更植于楼上视天灾。才见一器，即白群，群自上楼观之，不必晨夜，故凡有气候，无不见之者，是以所言多中。周牧刘璋辟以为师有从事，先主定属，属如林。校尉，先主欲曹公征汉中，问群，群对曰：当得其地，不得，其民也。若出偏军，必不利。当见慎之。时周后部司马蜀郡，张欲一小战后，而天才过群，见先主曰：不可征汉中，君必不利。先主竟不用欲言，果得地而不得民也。遣将军吴兰、雷同等入成都，皆没不还，悉如群言。于是举群茂才，欲诱私语人曰：岁在庚子，天下当易代，刘氏作晋矣。主公得益州，9年之后，寅卯之间当失之。入密白其言。初，先主与刘璋会服，时欲为璋从事，是作其人饶须。先主朝之，曰：习无居涿县，特多毛姓，东西南北皆诸毛也。涿令称曰：诸毛绕涿居乎？欲即答曰：习有座上党路场，迁谓涿。令者，
去观海家，时人语书。欲属禄则失卓，欲属卓则失禄。乃属曰：禄卓君，先主无须，故欲以此及之。先主常贤默，无训，加愤其陋也。乃显欲见征汉中不厌。下狱，将诛之。诛，葛亮表请其罪。先主答曰：劳兰生门，不得不除。欲遂弃。是。后魏氏之力，先主之薨，皆如欲所克。幼小橡树，每举尽，是灭。自知行死，未尝不扑之于地也。群卒，子陈颇传其术。杜琼字伯瑜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受学于任安，今就安术。刘璋时辟未从事，先主定益州，领务，以穷为一曹从事。后主见作，拜谏议大夫，迁左中郎将、大鸿胪太常。为人静默少，言河门自守，不与世事。蒋琬、费祎等皆器重之，虽学业入深，初不是天文有所论说。后径通儒谯周常问其意，琼答曰：欲明此术甚难，须当身试，视其形色，不可信人也。臣夜苦惧，然后知之，复忧陋泄，不如不知，是以不复是也。周因问曰：袭周征君以为当涂高者谓也，其意何也？琼答曰：谓缺民也，当涂而高，圣人取类而言耳。又问周曰：民复有所怪邪？周曰：未达也。琼又曰：古者民官职，不言曹。始自汉以来，民官尽言曹，吏言属曹，卒言是曹，此代天意也。琼年80余，延熙13年卒。这韩师章据实，余万言，不教诸子，内学无传业者。周元穷言，乃出类而长之。曰：春秋传着秦穆后明太子曰仇，帝曰成师。师服曰：亦哉君之明子也。家偶曰非，怨偶曰仇。今君明太子曰仇，帝曰成师，使赵乱矣。兄其替乎？其后果如弗言。及汉灵帝，明二子曰始后、董后，既立魏帝，后皆免为诸后，与师服言相。四也。先主会备，其训具也；后主会禅，其训授也。如言流矣，具矣，当授与人也。敝者甚于穆后、灵帝之明子。后患人谎，好弄权于内，仅要5年。宫中大数无故自折，周深忧之，无所与言。乃书注曰：重而大，其之会，具而受，若何复言？曹者重也，魏者大也。重而大，天下其当会也；具而受，如何复有力者乎？蜀既往，咸以周言未验。周曰：此虽己所推寻，然有所因，由度君之辞而广之耳。书无神思独治之意也。许辞自人笃，南阳人也。师事刘熙，善政事学，治义。尚书、三礼、毛诗、论语。建安中，与许敬等俱字。交州入蜀，时又有魏郡胡虔，字公兴，不知其所以在一土。虔虽学不沾洽，然着落强势，祖宗制度之仪，丧祭五服之术，皆执掌画地，举手可采。先主定蜀，成丧乱痢疾，学业衰废，乃纠合典籍，杀太重学。此前并未学士，与孟光、来明等典掌。旧闻植树是草创，动多疑义。此前更相克伐，谤读愤疾，行于声色，书籍有无，不相通戒，时寻楚榻，以相正显。其今几度比，
乃至于此，先主悯其若斯，群僚大会，始唱家驾位二，子之荣，效其颂戏之状，酒酣乐作，以为嬉戏。初以词意相难，终以刀杖相驱，用感切之。前先美，词后主事稍迁至大长秋。卒，子勋传其业，父为博士。孟光自孝育，河南洛阳人，汉太尉孟玉之族。灵帝末未甲，故立，献帝迁都长安，遂陶人属。刘焉父子代以克礼。博物事，古，无书不览。游锐意30，常于汉家旧典。好公羊春秋，而积喝左氏。每与来敏争此二义。光常挠挠欢杂。先主定，益州，拜魏以朗，与许此等并长制度。后主见作，魏符节令，屯骑校尉长乐少府，迁大司农。延熙9年秋，大赦。光于众中则大将军费一曰夫射者，天哭之物，非民士所宜有也。衰必穷极，必不得已，然后乃可全而行之耳。今主上人贤，百僚称职，有何旦夕之为？告玄之，急而恕失非常之恩，以会奸诡之恶乎？又因准使急，而更远，又有罪，上犯天时，下为人礼。老夫冒朽，不达志体，穷未齐，法难以经久，岂惧瞻之高美？所望于明德哉？一旦故谢促疾而已。望之指摘痛痒，多如是类，故执政重臣，心不能悦，决位不登，每直言无所回避，未待所嫌。太常广汉坛城、光禄洞、河东非郡等，年资皆在光后，而登具上列。楚光之用，盖以此也。后经文士秘书郎系正数从光咨访，光问郑太子所习读性病，其性情好上。郑答曰：奉亲前功，夙夜匪懈，有古世子之风，接待群僚，举动出于人数。光曰：如君所道，皆家户所有耳。吾今所问，欲知其权略制条何如也。正曰：世子之道，在于诚挚节欢，既不得忘有所失位，且制条藏于胸怀，权略应时而发，此之有无，焉可预设也？光解正甚疑，无谓放谈，乃曰：无好直言，无所回避，每谈设利病，为世人所讥嫌，以省君意义不甚好无言。然于有次，今天下未定，志意未先，志意虽有自然，然不可力强制也。此除君读书，宁当校伍等节，立博士以待访问，如博士探测讲试以求爵位邪？当务其急者，正身为光言未然。后光作事免官，年90余，卒。来敏自晋达，益阳新野人，来社之后也。傅彦，魏汉司空，汉末大乱，敏随姐夫奔荆州。姐夫黄婉是刘璋祖母之侄，故璋遣迎晚期，敏遂拒于姐入蜀，常为张宾客，涉猎书籍，善左，是春秋，游经于仓雅训诂，好事正文字，先主定义，周蜀明典学校尉，即立太子，以为家令。后主见作，魏虎贲、中郎将、丞相亮驻汉中，请魏军祭酒辅军将军，做事去职。亮卒后，还成都尉大长秋，又免。后累迁魏光禄大夫，复作过，处前后数贬削，皆以语言不洁，举动为常也。时孟光义以书，积不甚，议论干时，然犹豫于敏，具以其素学士见礼于世，而敏荆楚民族，东宫旧臣，特加优待，是故废而复起。
后以闵尉，执胜将军，欲令以观众自警戒也。年97，景耀中卒，子忠，亦博览经学，有闵风，与尚书项冲等并能协赞大将军将为善之，以为参军，营墨自司前。子同夫人也，必不多贵经文而不遂章句。莫知其不博，乃远游荆州，从司马的操、宋仲子等授古学，皆通诸经史，又专精于左氏春秋，自留心条例，正中贾逵赋。子陈元方服前著说，贤略宋述，不复案本，先主定一州，领目，以为劝学从事，即立太子，以末为仆，设以左氏传，授后主。后主见作，拜见议大夫，丞相亮驻汉中，请为君祭酒。亮卒，还成都，拜大中大夫。卒，子宗传其业，魏博士，李传字轻重，子同夫人也。妇人，字德贤，与同县尹莫聚，游荆州，从司马徽、宋忠等学，传句传其业，又莫讲论义理。五经诸子，无不该览，家博好技艺，算术、帛术、医药、工母机械之巧，皆至斯焉。时为州书左尚书令史。延熙元年，后主立太子，以传位庶子，迁为仆，设转中散大夫右中郎将，由是太子。太子爱其多之，甚悦之，然体轻脱，好细周，故事不能重也。这古文义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，太权指归，皆依准甲马，异于正玄，与王氏书阁。初步见其所述，而一归多同。景耀中卒，时又有汉中陈述，自身博，亦博学多闻。这事不欺篇，亦不其旧传极志。魏立三郡太守，谯州字允南，巴西西充国人也。父山病，字荣始，至尚书，兼通诸经及图纬。州郡辟请，皆不应。州救驾师友，从事。州幼孤，与母兄同居，既长，班古笃学，家贫未尝问产。夜诵读典籍，欣然读孝，遗忘寝食，研经六经，尤善书札，颇晓天文，而不以留意。诸子文章非心所存，不惜便是也。身长8尺，体貌素朴，性推诚不世，无造次辩论之才。然前世内米，见心中，丞相亮领一州牧，命州尉劝学从事，亮卒于敌挺。州在家闻问，即便奔赴，寻有诏书进断，为州以速行得达。大将军蒋琬领刺史，袭魏典学从事。总州之学者，后主立太子，以州为仆，转家令。时后主颇出有关，增广声乐。州尚书谏曰：袭王莽之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巨郡，欲弄神器，于是贤才，致使私望所归，未必以其事之广狭，为其德之博厚也。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及广大，然莫不快情自欲，待于未善，游猎饮食，不恤民物。世祖出入河北，冯异等劝之曰：当行人所不能为，遂物理渊狱，节俭饮食，动遵法度，故北周歌叹，声不似远。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，吴汉寇寻魏氏世祖，尧闻得信，遂以权既举于阳，上古图其营于广阿。其望风慕德者裴琛、耿纯、刘直之徒，至于并机关，抢复而至者，不可胜数，故能以弱魏。
强，屠王郎，吞铜马，折赤眉而成帝业也。即在洛阳，常欲小，出，车驾以御，调其谏曰：天下未宁，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。初，即使海车，即征尾萧，颍川道起，士卒还洛阳，但遣寇，寻往。寻曰：颍川以陛下远征，故奸华期盼，未知陛下还，恐不时降。陛下自领，颍川贼必即降。遂至颍川，尽如巡演，故非急务。欲小出不敢，至于急务，欲自安不畏。故帝者之欲，善也如此。故传曰：百姓不图富，诚以得先知也。今汉遭厄运，天下三分，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。陛下天资至孝，丧于3年，延吉允替，虽曾敏不过也。敬贤任才，使之尽力，有余成康。故国内合一，大小戮力，臣所不能臣。然臣不生大怨，怨复广人所不能者。夫挽大众者，其用力苦不重；拔大坚者，其善术苦不广。且成事宗庙者，非图求福佑，所以虑民尊上也。至于40之4，或有不领10院之官，或有仍出。臣之于治，思不自安。夫忧则在身者，不暇尽乐。先帝之治，唐构未成，诚非尽乐之时。愿省简乐官后宫所增造，但奉备先帝所施，下为子孙节俭之教。喜魏中散大夫，由是太子。于时军旅数出，百姓凋瘁。周与尚书令臣之论其利害，退而疏之，谓之仇国论。其辞曰：因于之国小，而召见之国大，并争于世而为仇敌。因于之国有高贤卿者，问于夫于子，曰：今国事未定，上下劳心，亡古之事，能以弱胜强者，其数何如？夫于子曰：吾闻之。楚大无患者恒多慢，楚小有忧者恒思善。多慢则生乱，恩善则生智。礼之常也。故周文养民，以少取多，勾践蓄众，以弱必强，此其术也。贤卿曰：囊者向强汉弱。项羽战争，无日宁息。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，未界，各欲归袭民。张良以为民志既定，则难动也。荀率追羽，终必向事，岂必由文王之事乎？召见之国方有其称，我因其细，限其边陲，既增其疾而避之也。夫于子曰：当因周之际，王后世尊，君臣久固，民习所专，深根者难拔，具固者难迁。当此之时，虽汉祖安能仗剑鞭马而取天下乎？当秦霸后，至守之后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或遂改主，或越义公，鸟惊，受害，莫之所从。于是豪强并争，虎猎狼分，及伯者或多，时后者渐吞。今我与召见皆传国义事矣。既非秦末鼎沸之时，有6国并据之势，故可谓文王。难为汉祖夫民疲劳，则骚扰之兆生；上慢下暴，则瓦解之行起。晏曰：射信数迭，不如审发。是故智者不为小利一目，不为义肆改步，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。故汤武之师不在战而克，承众民劳而度时神也。如遂及武处争，土崩事生，不幸遇难，虽有志者将不能谋之矣。若乃其变纵横，出入无间，冲波劫者，超谷越山，
不由周一耳。既蒙今者，我于子也，实所不及。后迁光禄大夫，魏雅九列。周虽不与政事，以如行见礼，实访大义，折据今以对。而后生好事者亦自问所宜焉。景耀6年冬，魏大将军邓艾克江游，长驱而前，而属本魏，敌不便至，不作城守调度。即闻艾以人阴平，百姓扰扰，皆进山也，不可进至。后主使臣群会议，既无所出，或以为蜀之语。吴本为何国，已可奔吴；或以为南中7郡，足显斗决，必以自守，已可奔南。为周以为自古以来，无继他国为天子者也。今若入吴，故当臣服，且政理不疏，则大能吞小，此数之自然也。由此言之，则未能并吴，吴不能并魏民矣。本魏小称臣，蜀与魏大，再入之耻，何与宜入？且若欲奔南，则当早魏之计，然后可果。今大敌已尽，或败将急，群小之心，无亦可保。恐发卒之日，其变不测，何至南之有乎？群臣或南周曰：今艾已不远，恐不受降，如之何？周曰：方今东吴魏兵，世事不得不受之。受之后，不得不理。若陛下降魏，魏不列土，以封陛下者，周请申议京都，以古议征之，众人无以议周之礼。后主犹疑于入南。周上书曰：或说陛下以北兵深入，有欲事南之计，臣愚以为不安。何者？南方远夷之地，平常无所，攻魏，由数反叛，自丞相亮南征，兵士逼之，穷乃信从。事后，公出官复，取以给兵，以为仇怨，此患国之人也。今已穷迫，欲往伊势，恐必复反叛，必也。北兵之来，非但取蜀而已。若奔南方，必因人势衰，及时复追。二也。若至南方，外当拒敌，内攻弗御，费用张广，他无所取，耗损诸夷必甚，甚必速叛。三也。袭王朗以邯郸建号，时世祖在信都，魏逼于朗，欲弃还。关中，裴琛谏曰：民攻西还，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，备城主，而千里送公，其王叛可避也。世祖从之，遂破邯郸。今北兵至，陛下南行，诚恐裴琛之言复信于今。四也。愿陛下早魏之徒，可获绝土。若遂事难，是穷乃服，其祸必深。亦曰：抗之谓也。知得而不知丧，知存而不知亡。知得失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为圣人乎？言圣人之命而不苟必也。故尧舜以子不善，知天有寿，而求受人。子虽不孝，或尚未萌，而迎受于人，况或以至乎？故为子以殷王之坤，面服贤毕而归伍。王其所乐哉，不得已也。于是遂从周策，刘氏无虞，一邦蒙赖，周之谋也。时晋文王为魏相国，以周有全国之功，封阳城亭侯。右下书辟州，周发至汉中，困疾不进。咸熙2年夏，8郡闻吏从洛，阳海蜀，过建州，周与赐。因书版事例曰：典武乎兮？月有梅兮，典武者谓司马也，月有者谓8月也。至8月而文王果崩，进士见作，累下诏所在发遣州。周遂于即易落。
太史3年，至，以疾不起，就拜齐都尉。周乃自陈无功而封，求还爵土，皆不听许。5年，与常尉本郡中正，钦定士气，求修海家，往，与周别。周瑜语曰：袭孔子72，刘向、杨雄71而美。今吾年过70，庶慕孔子遗风，可与刘、杨同轨。恐不出后岁，必变常事，不复相见矣。宜周以数知之，驾而此言也。6年秋，未散其常事，及笃不败，至东族，凡所著述，则定法训。五经论、古史考书之属100余篇。周三子，奚、咸、童。少子童颇好周晏，亦以中笃直宿未行，举孝廉，除袭令，东宫，袭马，赵不救，系正子领先，河南偃师人也。祖父简，灵帝末为益州刺史，为盗贼所杀，会天下大乱，故正父一因留属，一为将军孟达都随达将尉，魏中书令史。正本名纂，少以父死母嫁，班琼、双立，而安平好学，博览焚籍。若冠能属文，入为秘书吏，转卫令史、迁郎、制令，幸惮于荣吏，而犹单一文章。自司马、王、杨、班、傅、张、蔡之仇遗文篇赋，及当世美书善论，亦不有者，则钻凿推求，略皆玉目，自在内直，与宦人黄皓比污。周旋，经30年，好从为至贵，操弄威权，政绩不为好所爱，亦不为好所增，是以功不过600石，而免于忧患。一则先儒，驾文见义，号曰士基，其文记于崔英达。至，其辞曰：或有讥语者曰文之前记。夫士与时并，民与公邪，然则民之与士，前折之及物也。是故创制作犯，匪时不利，流称垂名。匪功不济，民必须功而乃显。是亦40矣。行止，身没明面，君子所耻，是以达人言道，探神所为，观天运之浮表，考人事之盛衰。辩者持说，智者应机，谋夫演略，武士奋威，云何物极，风机电飞，量实魁夷，用取士资，小屈大伸，存公乎私，虽持往而循直，中阳光以发辉也。今三方鼎，至久有未易，悠悠四海，因丁或败，皆道义之审赛，民生民之颠沛。此诚圣贤拯救之秋，烈士树功之会也。吾子以高朗之才，徽章之直，兼揽博窥，留心道术，无远不至，无忧不息，挺身取命，干自奥秘，踌躇子榻，喉舌是直，久考不疑，有入无出，就古今之正位，既实物之得失，虽实现一策，否尽一言，是彼观则，为此肃孙，故未能疏结中款，尽力胸肝，排方入直，会比离远，必无图草笔并有文焉也。何意虽恒虽沛，回轨一途，于安驾祀，司马司卒，省吏皆以投计，要以耕之贺武，郭秋览，以方士，复无图之笔图，不亦胜语，余闻而叹曰：呜呼！有若云乎邪？夫人心不同，时若其面，子虽光丽，既美且艳，管窥匡举，手诀所见，未可以言八鸿之行乐，信万世之精炼也。或人虑耳，仰而杨衡曰：是何言语？
是何言语？余应之曰：余弟以面从未见，孔圣以悦己未由。若子之言，量我所思，将为吾子论而视之。习在洪荒，蒙昧诏出。3. 黄应录。武帝成服，元纪下商，前典优疏，积衰道缺，霸者既服，营氏惨虐，吞嚼八区。于是从横云起，居诈如新，其邪风动，桎梏萌生，或是真以筹位，或侠邪以干冗，或诡道以要上，或欲计以自矜，被正重邪，弃直就佞，终无定分，亦无常。今故央法穷而特作，私亦败而兼成，吕门大而宗灭，韩便利而身行。夫何故哉？力回其心，宠耀其目，赫赫龙章，烁烁车服，偷信苟得，如反如仄，淫邪荒靡，自虽自极，何鸾未调而身在原侧，庭宁未见而力折摧复。天收其精，地缩其泽，人吊其弓，鬼扇其额，出声高冈，中允幽惑，朝寒容润，细未枯破。是以贤人君子，深图远虑，未比就立，超然高举，名亦属于途中。会浊世之修育，比起轻主慢民，而忽于实物哉？盖亦者行止之戒，师有进功之叹，乃神之听之而道始之然也。自我大汉，应天顺民，政治之隆，浩若阳春，俯现坤典，仰视干文，播黄泽以稀释，扬茂化之作纯。君臣复度，各守绝贞，上垂询纳之吼，下有匡救之责，是无虚华之宠。民有一行之机，灿乎门门，上此忠义。然而道有龙语，物有心肺，有生有极，有光有翳。诸阳否于素秋，玄阴异于孟春。羲和氏而忘书系，运切逆而要凌晨。冲直不勇，还临坠败，英雄云步。豪杰盖世，家侠疏义，人怀异计，故从横者歘披其胸，居诈者战兔，其舍也。今天刚已坠，俄树西陵，披险祖之鸿归，于好绝于世人。兴武教以训俗，封九的记名，肃明寺以乐祭，己黄道以辅真。虽智者为一，位者为分，圣人垂戒，盖君无凭。故君臣协美于朝，梨树兴待于也。动若重归，静若迭举，汲汲伟彦，元凯之伦也。有过必之，言子之人也。侃侃述正，然继之至也。阴阳之腾，一望之事也。总群俊之上略，韩薛氏之三纪，夫张陈之秘策，故力争以秦事。原化婴而不黄，岂暇休枯拓于真会哉？然无不才，在朝累计，托身所天，兴焉世事，扼沧海之广深，叹高岳之高致，闻仲尼之赞商，感相效之义极，比平众之何耕，毕竟可而替否？故孟茂古说，时有优献，替求人之有才。于是吕由同之引勇乎江畔，数以增广服享，书立归见。若其何也，则以暗邪名，尽应灵符，如其为也。自我常分，退守己，于进退任术，不矫不污，循性乐天。夫何恨诸？此其所计入，不出。有而若无者也。辖趋势之常行，着于父之必罪，混柳记之卑等入，边夷孰之高对？何不以德，为以不施？
俄不克屈，师不惨计，不乐前以固宣，不救后以律治，不郁郁以干责，不辞谦以济处，何则之事？何孙之序？何方之排？何直之入？九考不疑，故其所执也。方今朝视山积，毛军成群，由临界之前，忽巨海；毛羽之疾乎邓岭，由秦氏不畏之先，夫防真不畏之阴。且杨陵优于唐业，阴经应于商时。阳虚请而洪灾袭，丧灵倒而甘则资。行止有道，起塞有期。我是遗训，不怨不尤。伪命宫，己我又何辞？词穷怒丹，将反出节。纵焚点之流劳，寻孔氏之一义，坠为此以存道。仅先鬼而投至，皮熟悉之悠游。美书，视之遐事，收止足以言归。范浩然以容易，心还独以田鱼。免就毁于私事，故资心之未泰。据墨图之泥质，仍求继而增愤。寺中怀以告示，喜酒方考金于至贵。秦牙沉思于书行，削竹茶，宝以飞玉，护良脱险以留声。其力辅弼以记文，楚客前扣以保。今雍门元秦而遐说，韩哀秉佩而驰名。卢敖翱翔乎悬缺，若是耸身于云清。于时不能其计于庶子，故乃竟然守己而自宁。景耀6年，后主从谯周之际，前时请降于邓艾。其书正所造也。明年正月，钟会作乱成都，后主东迁洛阳，时扰攘苍卒。蜀之大臣无继从者，为政及殿中都汝南张通，舍妻子单身。随事后主赖政相导一事，举动无缺，乃慨然叹息。恨之正之，晚时论加之，赐爵关内后。太史中，除安阳令，迁巴西太守。太史8年诏曰正喜在成都，编配守义，不为忠节，即见授，用尽心干事，有治理之机。其以正为巴西太守。咸宁4年，卒。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，垂100篇。评曰杜为修身引进，不义当世。数凡夷好之盖。周群战天有争，杜穷沉默甚密。诸生之纯也。许孟来礼博涉多闻，隐没精于左氏，虽不以的业未称，信皆一时学。是谯周辞礼渊通，魏氏硕儒，有董杨之规，系正文辞灿烂，有张蔡之风。嘉其行止，君子有取焉。二子处境事少，有属事多，故者于篇。三国志卷43属书13。黄鹂吕马王张传，黄权，字公衡，巴西郎中人也，少尉郡吏。周穆留张赵魏，主簿。时别驾张松建议，移迎先主，使伐张鲁。权谏曰：左将军有骁名，今请到，欲以不取御之，则不满其心；欲以宾客礼待，则一国不容二君。若容有泰山之安，则主有雷卵之围。可但必进，以待和亲。张不听，进前使迎先生。初权位广汉、长，及先主袭取益州，将帅分下郡县。郡县封景父，权必承监。首须留张击服，乃一将先主。先主驾权偏将军，及曹公破张。鲁走入巴中，权进曰：若失汉中，则三巴不振，此谓割，蜀之古弊也。于是先主以权位护军，虑诸将引鲁。
鲁以海南。正北将曹公，然卒破杜户胡，杀下后渊，据汉中，皆全。本谋也。先主为汉中王，有领益州牧，以权位至中从事，即称尊号。江东伐吴，权谏曰：吴人汉战，右水军顺流，进亦退南。臣请为先驱以当寇，陛下一位后阵。先主不从，以权位镇北疆。军都江北军以防卫师，先主自在江南。及吴将军路一城流断，为南军败击，先主隐退，而道隔绝，权不得还，故律将所领。将于魏，有司执法，白收权妻子。先主曰：姑父黄权，权不复姑也，待之如初。魏文帝谓权曰：君舍逆孝顺，欲追从。臣韩邪。权对曰：臣过受刘主书谕，将无不可。还属吴、陆，是以归命，且败军之将，免死未幸，何古人之可慕也？文帝善之，拜为镇南将军，封欲养后，加侍中，使之陪城。属将人或云朱权妻子，权知其虚言，未便发丧。后的审问，果如所言。及先主薨问至，谓群臣咸贺而权独否。文帝察权有局量，遇事惊之，前左右召权。末至之间，累催相属，麻氏兵士交错于道，官属侍从莫遂破，而权举止颜色自若。后领益州刺史，喜战河南。大将军司马宣王生弃之，问权曰：蜀中有亲备几人？权笑而答曰：不图民公建固之众也。宣王与诸葛亮书曰：黄公衡，快士也，每作起探数足。夏，不去口实，仅出3年，属延熙2年。权迁车骑将军仪，同3司，云年卒。谥曰景后，子雍嗣，雍无子，爵。权留属子，遂魏尚书郎。随魏将军诸葛瞻拒邓艾，告福县，瞻盘桓未尽，遂屡劝瞻一速行拒险。吴令敌得入平地，瞻有与未纳，遂至于流涕，惠爱长驱而前。瞻却战绵竹，遂率立军士，其余必死。临阵见杀，李辉自得昂，见宁于原人也。是郡都邮，姑夫囊袭未见领，令有违犯之事，徽作袭免官。太守董和以袭方土大幸，请而不许。后共徽于州，设道末至，闻先主自加盟还公刘璋，徽之，张之必败，先主必成也。乃托明郡使，北邑先主，欲于绵竹，先主加之，从至洛城，遣徽至汉中交好马超，超遂从命。成都既定，先主领益州牧，以徽为公曹书左主簿，后为王卢所诬，引徽谋反，有司直讼，先主明其不然，更迁徽为别驾从事。章武元年，来将都督邓方卒。先主问徽：谁可代者？徽对曰：人之才能，各有长短，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弃之。且夫民主在上，则臣下敬请，是以先灵之意。赵充国曰：莫若老臣，臣妾不自量，唯陛下察之。先主笑曰：孤之本意，亦已在卿，矣。遂以徽为来将都督，使持节领胶州刺史，驻平夷县。先主薨，高定自睢于越郡，雍凯跋扈于建宁，朱褒反叛于臧歌。丞相亮南征，先游越郡，而会暗道向建宁。诸县大相纠，和
为徽君于昆明，时徽众少敌备，又未得量生袭。会谓南人，曰：官军两尽，欲归退还，吾中间9尺相离。乃今的玄，故能复北，欲还与汝等同计谋，故以诚相告。南人信之，故为守待缓。于是挥出击，大破之，追奔逐北。南至盘江，东接臧，歌与亮声势相连。南土平定，徽军功居多，封汉兴亭侯，加安汉将军。后军还南夷复叛，杀害守疆，挥身往扑讨，除尽恶类，喜其豪帅。于成都，复出叟蒲耕牛战马经营西阁，充济军资，于时费用，不乏。建兴7年，以交州属吴，解徽刺史，更领建宁太守。以还居本郡，喜居汉中，9年卒。子仪嗣，徽弟子求，与临右部都随诸葛瞻拒邓艾，临阵受命，死于绵竹。吕凯字季平，永昌不为人也。是郡武官院公曹，时雍凯。本闻先主薨于永安，交瑕滋甚，都护理言于凯书6纸，解狱吏。亥，凯旦答一旨曰：盖闻天无2日，土无2王，今天下鼎立，正朔有3，是以远人惶惑，不知所归也。其节慢如此。凯又降于吴，吴遥属凯为永昌太守。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，道鲁雍、塞与蜀隔绝，而郡太守改易，还于府城蜀郡王抗率吏立名，必进拒凯。凯数以袭永昌，称说云云。凯答袭曰：天降丧乱，奸雄成性，天下切齿，万国悲悼。臣妾大小，莫不思竭精力，肝脑涂地，以除国难。夫为将军是受汉司，以为当公具党众，率先起行，上以报国家，下不负先人，叔公竹帛，遗民千载，何其臣仆无越，备本就莫乎？习顺秦民事，允于苍梧，书及家之，流声无穷，崩于江浦，何足可悲？文武受命，成王乃平，先帝隆兴，海内望风，载臣聪锐，自天降康，而将军不睹盛衰之际，成败之福，譬如野火在原，暴覆河滨，火灭水畔，江河所依附。囊者将军先君雍厚，造乐而丰，窦融之心，徽至世祖，皆留名后业，是歌其美。今诸葛丞相因才挺出，深笃未蒙，受宜托孤，必赞记心，余众无忌，陆公妄侠。将军若能幡然改图，一击更不，古人不难追，彼土何足载哉？盖闻楚国不公，其还是则夫差建号，晋人不长，况臣与非主，谁肯归之邪？窃为古义，臣无越境之交，是以前后有来无往，众臣告示，发愤忘10故略臣所怀。为将军察焉，凯威恩内者，为郡中所幸，故能全其节。及丞相亮南征讨凯，既发在道，而凯以为高定不取所杀。亮至南，上表曰：永昌郡吏吕凯、辅城王抗等，职中绝狱，时有余年。雍凯、高定逼其东北，而凯等守亦不与交通。臣部亦永昌封俗敦直乃尔，以凯为云南太守，封阳千亭侯。会谓汉以所害，子祥嗣，而王抗亦封亭侯，为永昌太守。马中字德，姓巴西郎中人也，少养外家，姓胡，
明笃，后乃复姓，改名。中，魏郡吏，建安默举孝廉，除汉昌场，先主东征，败击萧庭。巴西太守严之发诸县兵5000人，一补遣缺。遣中送往，先主以还，有安。建中于宇，魏尚书令刘巴曰：虽王黄权，复得胡堵，此魏氏不伐贤也。建兴元年，丞相亮开府，以中尉下都。3年，亮入南，拜中臧戈太守，郡城诸包反。叛乱之后，中抚育，叙礼，甚有威惠。8年，诏为丞相参军，副长史蒋琬属刘府事，又领州治中从事。明年，亮出祁山，中义亮所，经营虚市，军还。都将军张仪等讨问山郡叛羌。10年，南夷豪帅率刘胄反，扰乱诸军，征来将都督张继还，以中代祭，中遂斩胄，平南土。家中监军，奋威将军，封博阳亭侯。初，建宁郡杀太守郑昂，伏太守张毅于吴，故都督常驻平夷县。至中，乃移至魏县。楚，临夷之间，又越归郡邑9失土地。中律将太守张仪开复旧郡，由此就加安南将军，晋封彭乡亭侯。延熙5年还朝，因至汉中，见大司马蒋琬，宣传诏旨，加拜正面大将军。7年春，大将军，废为北豫卫敌，留中城都，平尚书事。一还，中乃归南。12年卒，子修嗣。中为人宽济有度量，但徽州大校，愤怒不行于色，然处事能断，微思并立，是以蛮夷为而爱之。及卒，莫不，自治丧庭，流涕尽哀，谓之立庙祀。迄今犹在。张表，实名士，亲望于中，言语素有公干，于是精勤，既种在中后，其威风称击，皆不及中。王平字子君，巴西荡渠人也，本养外家何氏，后复姓王，随杜户蒲胡邑洛阳，驾校尉，从曹公征汉中，因将先主，拜衙门将皮将军。建兴6年，属参军马谡先锋，谡涉水上山，举措烦扰，平连归建肃，肃不能用，大败于街亭，众尽心散，唯平所领干人鸣鼓自持，未将张合移其伏兵，不往逼也。于是平徐收河诸营一迸，虑将士而还。丞相亮记诸马谡及将军张修、李胜、罗将军黄喜等兵，平特见崇显，加拜参军，同武部，兼当营事，禁卫讨寇将军，封亭侯。9年，亮为岐山，平别守。南为为大将军司马宣王公亮，张合攻平，平坚守不动，合不能克。12年，亮卒于武功，军退还，魏延作乱，一战而败。平之功也，迁后典军安汉将军，副车骑将军吴仪驻汉中，又领军汉中太守。15年，晋封安汉侯，拜义都汉中。延熙元年，大将军蒋琬驻沔阳，平更为前护军，属宛府事。6年，琬还驻福，拜平前监军、镇北大将军，统汉中。7年春，为大将军曹爽率步骑10余万向汉川，前锋已在洛。古时汉中守兵不满3万，诸将大惊，或曰精力不足以拒敌，听当固守汉、乐2城。遇贼令入，比尔坚
夫君足得救官。平曰不然，汉中去服垂千里，贼若得官，便未获也。今宜先遣刘护军度参军据新市，平魏后拒。若贼分向黄巾，平欲千人下自临之，比尔间，夫君行至，此计之上也。为护军，刘明与平一同，即便施行，夫诸军即废一自成都相继而至。魏军退还，如平本策。是时，邓芝在东，马忠在南，平在北境，咸著名机。平生常容语，手不能书，其所事不过10字，而口授作书，皆有一理，使人读史汉诸纪传，听之，备知其大义，往往论说不失其旨，遵履法度，言不细验，从朝至夕，断作彻，日怀无武将之体，然性侠轻夷，为人自轻，以此未损焉。时1年卒，子训嗣。初，平同郡汉昌据中永宽厚，数有战功，公名爵魏雅平，冠至左将军，封荡渠侯。张仪字伯奇，巴郡南充国人也。若冠魏献公曹，先主定蜀之际，山寇攻陷，县长捐家逃亡，一冒百仞，西附夫人，夫人得免，由是显明。周赵魏从事，时郡内侍人公路姚纣魏2000。时当世有声名，皆与以友善。建兴5年，丞相亮北驻汉中，广汉绵竹山贼张牧等超盗军资，劫掠利民，以都尉将兵讨之，一度其鸟散，难以战情，乃诈与和亲，克其置酒，酒酣，疑身，虑左右，因斩木等50余级。徐率西征，寻其余类，旬日清泰，后得疾病困堵，加速贫困。广汉太守蜀郡何之，名未通后，疑速与疏阔，乃自于一之，托以至极，知轻托医疗，数年除狱。其党道信义皆此类也。拜魏衙门将，属马忠，北讨汶山叛羌，南平4郡蛮夷，者有筹划战克之功。14年，武都堤王苻建请将，遣将军张卫往迎，过其不到，大将军蒋琬深以为念，宜平之曰：苻建求付款至，必无他变。素闻建地狡黠，又疑敌不能同攻，将有乖离，是以激流耳。数日，问至，建地果将400户就位，独建来从。初，越归郡子，丞相亮讨高定之后，搜一数反，杀太守公路焦黄。事后太守不敢之郡，只驻安定县，去郡800余里，其郡土有名而已。时论欲复旧郡，除一位越归太守，宜将所领往之郡，又以恩情，蛮夷皆服。火来降赋，北剿捉马罪宵禁，不成节度，宜乃往讨，升服其帅魏郎，又解纵告谕，使招怀于类，表拜郎卫一侯。种落3000余户皆安土供职。诸种闻之，多见降服，以功赐爵官。内侯苏齐义军东冯，冯地破渠等，以将复反，夷诸冯妻牦牛王女，以计援之，而渠逃入西角。渠刚猛劫汉，谓诸种身所未旦，前所亲2人诈降夷，时取消息，夷决之，渠以重赏，使魏反间，2人遂合谋杀渠，渠死，诸种皆安。又司都其帅礼，求承袭首杀公路，宜求木谷德，数其素恶而诛之，使夷以郡服，与颓坏，更筑小屋，
在官3年，喜还故郡，善治城郭，以种南，与莫部致力，定左台登杯水3县去郡300余里，就出盐铁及期，而以剿9自固时，一律所领夺取，属长立焉，移之道定左。定左，律豪郎岑，盘木王舅，甚为蛮夷所信任，愤夷自轻，不自来意，以使壮士数十直往收治，他而杀之，实施海种，后加赏赐，欲以郎岑之恶，且曰无得妄动，动即田矣，种类咸面浮谢，过夷杀无享宴，重申恩信，遂获盐铁，弃用周善。汉家郡借牦牛以种类4000余户，其律朗路，欲为孤续东冯，抱怨，遣叔父李江、冯仲相度行事，以逆遣亲近金牛酒劳赐，又令李解逆冯妻宣畅一旨，黎既受赐，并见其解，解地欢悦，西律所领将一移，移后加赏带，遣还。牦牛由事者不为患，郡有旧道，今牦牛中至成都，既平且近，自牦牛绝道，已100余年，更有安上，既闲且远，宜前左右资货币次路，众令路，孤欲义，路乃律兄弟妻子西一移，以与盟誓，开通旧道，1000里，肃清，复古廷邑，奏封路为全牛皮网，前使江路朝贡，后主于世家以辅荣将军，领郡如故，宜出见废一位大将军，自信泛爱，待信心腹不过，遗书戒之曰：袭岑彭律师，来设帐节，贤见，害于刺客。今明将军位尊权重，一见前事，少以为警。后一，果为将人郭修所害，吴太傅诸葛刻意出破魏军，罢亲兵众以图攻取。侍中诸葛瞻，丞相亮之子，客从地也，以语书曰：东主出崩，帝时幼，若太傅受寄托之重，亦何容易？亲以周公之才，有管蔡、流言之变，霍光受任，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，赖成昭之名，以免思难耳。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，不任下人，又今以垂眉之命，卒召太傅，属以后事，诚实可虑，家无储票籍，乃其所记。而太傅离少主吕迪庭，恐非良计常算之术也。虽云东家纲纪肃然，上下极目，百有一失，非明者之虑邪？取古